最后咱来即个运动目标啦，当然分做期甲期来看吼。这期内吼，当然这台语电视台吼，这是本来10当前就已经有讲嘛，已经有谱出来啦吼。即摆照讲来刷来食，这是上优的吼。你来适南部爱区域平衡一下吼。当然就我个人来讲呢，适台南上好势啊，地点拢上好啊。台南高铁站遐沙仑迄片区吼，空地足大的吼，袂歹吼。过来除了电视台之外呢，国家级发展吼爱护过来来是即个12年国民即个有关课纲的部分吼，本土语文爱面对国中、高中，就是12年拢爱必修啦。当然咱这必修啦，这话来开始来关注讲，意思讲你读种语言拢，是安尼规划嘛，就是你台语的作文，你就是以台语为主去修嘛。你若调讲呢，你着修迄个你着修题目法咱完全你着修完全的话就是你也有配合的措施这是咱即摆教育部吼，即摆要求即个案子啦伊即摆敢若历史迄部分有暂停社会领迄部分要甲迄个历史的做调整尔，但是媒体拢忽视着语言即个赞助迄历史当然迄嘛足重要，爱改。不能讲呢，迄历史改，迄是干2个中国尔，咱讲是2个中国尔迄是干2个中国的史观尔，也毋是真正全部的台湾的史观啦所以个语言部一定爱去加入过来就是台语话这嘛是应该爱要求未来呢，当然啦，就我上理想的，毋是迄个讨你一礼拜1节、2节、3节的台语课、母语课，毋是安尼啦。我是要建立用台湾语文正做一个 nation state， 做一个民族国家的。咱台语即摆才凄惨，就是因咱是无国家的语言啦。人足侪语言拢有国家。我进前几个月去辽国，咱辽国无几百万人，辽国嘛是国家。咱 Google Translate 嘛辽国话呢，莫讲啥，含咱辽国内底少数民族荷蒙族的人，中国叫做苗族啦越南嘛有苗族的，人迄含苗族荷蒙的，迄都无偌济啦，无几百万人的民族，咱 Google Translate 嘛有啦。Google 迄翻译内底嘛有苗族的话啦，咱的地位是比苗族较不如啦，咱2300万叫咱地位比较不如啦，这是安怎？当然足侪原因啦所以咱就是无国家要保护啦，无国家所以咱就慢慢未来建立多语言的概念的迄民族国家，咱分区嘛譬如讲你个条件较侪土地庙，也像美容你收入迄个条件的住地你语言迄个，咱若要去迄个条件的区，咱公务员嘛要遐优先爱考条件法，你若要台语，你爱优先考台语嘛，你若要原住民的部落内底当然优先考原住，就是迄个语言政策会当较有路要创迄是拢会当实行一个，也是袂使，因为认真讲，咱这语言无复杂，这语言伫各国的这案例，其实这是小 case 啦，无偌复杂